高雄的林武最近5档人口增加将近1成，已经将近10万人了。当初民众伫2月初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提案人数，要求讲林武区得爱有接稳。市政府嘛表示讲年底来召开路网规划会议，会过来讨论。 行路民众大部分拢是开车还是骑车。高雄林武的人口数到今年1月已经有97000几人，比起5档前增加要1成。加上林武有工业区，交通需求嘛对出现。有居民2月初时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希望市府打造林武捷运路网。车流量蛮多的，我觉得如果盖捷运的话，可以 减少这些车流量，公共交通工具没有那么多，所以到市区只有公车，那还蛮不方便的。非上下班时段的公车站空，公车要等真久，互居民感觉无方便。当地人认为捷运方便，嘛互通勤更较安全。人数到这个月初时，就超过1500人。在评估的过程当中，我也建议可以以人武地区的民众的角度去评估，如果是原来的路线，它必须要靠什么样的接驳方式，还是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路线，才可以满足他们的人武地区的捷运的需求。其实高市府104档的路网规划，都有规划2条线经过林武，但人事发起人认为，其中的南马溪5架线无法度接黄线，而且是晚期路网，该等真久。政府局回应会将居民的需求加入来考虑。预定在113年，就是今年年底的话，会完成新的整体路网规划的部分。当然的话来讲，也会把服务人武地区的这个捷运路网纳入到整体路网里面去做一个规划。高捷今年因为轻铁生意黄色阿米亚顶加持，1月到2月运量成长真济，轻铁更是连续2个月运量破100万。高雄这几档大型建设不断，政府局表示路网的规划每10档会调整1摆。 年底会考虑即卖的市政规划、人口甲交通等需求重新调整。记者陈宏武、民调馆高雄报道。